做伙读圣经。今仔日4月30，咱要对民数记第25章读到第29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25章，以色列人伫什亭在营的时，人民甲摩押的女子行淫。摩押的女子献祭予因的神明的时，请以色列人来参加，食因的祭物，跪拜因的神明。以色列人拜比尼的神明巴力，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生气。上主对摩西讲，将人民所有的族长，当头白日伫我的面前，甲因吊死，予我无过对以色列人发生气。摩西就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官讲：恁的亲族若有人拜比尼的巴力，就拢甲因害死。摩西甲以色列会众拄啊伫会幕门口得哭的时，忽然有一个以色列人伫因的目睭前带一个米甸的女子入去伊的布面。这是阿伦的孙以利亚撒的囝菲尼哈看到，就起来离开会众，野性缀迄个以色列人入布面，插探过迄两个人的目肚，安尼攻击以色列人的瘟疫就停止。迄时因为瘟疫死的有24000人。上主命令摩西讲：这是阿伦的孙以利亚撒的囝菲尼哈，予我无搁对以色列人发生气，因为伊有体会我要求专情服侍我的心，予我无甲因消灭。所以你着宣布，我要甲伊立平安的约，予伊甲伊的后代永远做祭司，因为伊无永远有任何神明甲我比平，搁为着以色列人赎罪。迄个甲米甸的女子做伙受抬死的以色列人，叫做心利，是西面之族一个宗族的族长撒罗的囝。迄个互人抬死的米甸女子叫做古苏比，是米甸人一个宗族的首领苏尼的查某囝。上主命令摩西讲：你着去攻击米甸人，甲因拍败，因为因伫比尼的事件甲因的同胞古苏比的代志，用诡计的计谋陷害恁。古苏比是米甸人一个首领的查某囝，伊因为比尼的事件伫瘟疫流行的时，予人插死。第26章，瘟疫过了，上主命令摩西甲祭司阿伦的囝以利亚撒讲：得将以色列全体会众中间20岁以上会当出去交战的查甫人，照因的宗族点算总数。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就照上主的命令，伫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对以色列人宣布：恁着点算20岁以上的查甫人的人数。对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有以色列的大囝是鲁宾，鲁宾的后代有以诺、法罗、希西伦、甲甲米这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有43730名。法罗的后代有以利押，以利押生尼莫利、大坦甲阿比兰。大坦甲阿比兰是会众选出的领袖。可拉迄阵人反抗上主的时，因嘛参与攻击摩西甲阿伦。迄时地立溃，将因甲可拉吞灭，搁有火烧死250个人。因
真做人民的境界。毋过，可拉遐个囝无死。西面的后代有尼摩利、拿敏、拿军、舍勒甲索罗遮个宗族，共22200名。迦得的后代有西芬、哈基、苏尼、阿苏尼、伊利、阿律甲阿勒利遮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40500名。犹大囝中间，尼甲俄兰死伫迦南地。犹大其他的后代有示拉、法勒斯甲舍勒遮个宗族。法勒斯的后代有希斯伦甲阿摩勒遮个家族。遮个是犹大的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76500名。以撒家的后代有托拉、普瓦、亚述甲新伦遮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64300名。西布伦的后代有谢列、以伦甲雅利遮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60500名。约瑟有2个囝，马拉西甲以法莲，因成做2个支族。马拉西的囝是马吉，马吉的囝是基列，基列的后代有伊夏、希列、亚苏列、示剑、示米代甲希弗遮个宗族。希弗的囝西罗回合无囝，只有查某囝，就是马拉、拿阿、荷拉、米加、迪萨。遮个是马拉西的家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52700名。以法莲的后代有苏提拉、比格甲塔罕遮个宗族。苏提拉的后代有伊兰家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32500名。这2个支族是约瑟的后代。便雅悯的后代有比拉、阿西伯、阿希兰、舒范甲何范遮个宗族。比拉的后代有阿勒甲乃曼2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45600名。但的后代有苏罕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64400名。阿瑟的后代有因拿的思维甲比利亚，比利亚的后代有希伯甲马吉遮个宗族。阿瑟的查某囝叫做谢勒，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53400名。拿弗他利的后代有亚斯、古尼、亚瑟甲示列遮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45400名。以上遮个拢是以色列的后代，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601730名。上主命令摩西讲：你着照各支族的人数，分土地互因做产业。人多的支族分较大的土地，人少的支族分较细的土地，用抽签的方式分互因。利未有3个囝，计顺、古哈甲比拉利。照宗族点算，利未的后代有利尼、希伯伦、摩利甲摩西，甲
可拉才会宗族。古合生暗兰，暗兰的某叫做约基别，是利未伫埃及生的查某囝。伊对暗兰生阿伦、摩西甲因的大姊米利安。阿伦生拿达、阿比户、伊利亚撒、伊塔玛。拿达甲阿比户伫上主的面前献无神圣的火的时死去。利未人满月以上经过点算的查甫人共23000名，伫点算以色列人的时，无甲因算在内，因为伫以色列人中间，因无分着产业。以上是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伫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点算的以色列人人口。摩西甲祭司阿伦伫西奈旷野第一遍点算的以色列人，现在无一个活着。关系遐个人，上主捌讲，因一定会死伫旷野，所以耶夫尼的囝加勒甲伦的囝约书亚以外，遐个人无一个活着。第27章，约瑟后代马拉西支族中间有马拉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希弗的囝、谢罗菲哈的查某囝，就是马拉、拿阿、哈拉、比加、迪沙。因来会幕门口，徛伫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甲众首领以及会众的面前，讲：阮老爸死伫旷野，毋是因为甲可拉迄党的人斗阵攻击上主，是伫家己的罪中死。毋过伊无后生，是安怎？因为阮老爸无后生，就将伊的名对伊的宗族摕掉，且对阮老爸的兄弟分产业互阮。摩西就将因的案件提到上主的面前，上主命令摩西讲：西罗菲哈的查某囝讲了有理，你一定着对因老爸的兄弟分土地，互因做产业，互因继承因老爸的产业。你嘛着吩咐以色列人讲：人若死无后生，就着将伊的产业分互伊的查某囝；伊若阁无查某囝，就着将伊的产业互伊的兄弟；伊若阁无兄弟，就着将伊的产业互伊的老爸的兄弟；伊的老爸若阁无兄弟，就着将伊的产业互伊家族的至亲继承。这个是摩西照上主的吩咐，要做以色列人的规例甲命令。上主对摩西讲：你上阿巴林山去看我赐予以色列人的地，你看了就要甲你兄哥阿伦同款，转去你的列祖遐，因为伫神的旷野会众伫甲我吵的时，恁违背我的命令，伫庆出水的所在，会众的面前无尊我做圣。这个水是基神的旷野加迪斯的米利巴水泉。摩西对上主讲：上主，你是赏赐性命予世间人的上帝，求你设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伫因中间出入，带因交战，予上主的会众袂亲像无牧者的羊群。上主对摩西讲：论的囝约书亚内面有上帝的神，你带伊来，甲伊换手，予伊徛伫祭司以利亚撒甲全体会众的面前，将职责交代伊，佮将你的尊严权柄分予伊，予以色列的全体会众拢服从伊。伊着徛伫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请以利亚撒用乌灵上主请示，伊甲以色列全体会众着照以
离阿萨的指示出入交战。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带约书亚来，予伊徛伫祭司以利亚撒甲会众的面前，佮照上主对伊的命令，甲约书亚下手，将职责交代伊。第28章，上主吩咐摩西，命令以色列人讲：恁着照时慎重奉献祭物予我，用火烧做我所喜爱芳芳的食物。你搁着甲因讲，恁逐日着献2只无瑕疵一岁的羊羔仔做烧化祭，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早起时甲黄昏的时各献一只，搁着将1公斤的幼米粉甲整出来的1公升的橄榄油炒做伙，献做素祭。这是伫西奈山制定，逐日着用火烧，献予上主芳芳的烧化祭。献第一只羊羔仔的时，嘛着伫圣所用1公升的高酒做奠酒祭，献予上主。黄昏献另外迄只羊仔的时，着甲早起时同款，献素祭甲奠酒祭，拢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安息日着献2只1岁无瑕疵的羊羔仔，搁献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以及奠酒祭。这是逐日着献的烧化祭甲奠酒祭以外，每一个安息日着搁献的烧化祭。逐个月初1，恁着献烧化祭予上主，就是献2只牛公仔，1只绵羊公，7只1岁的绵羊公仔，这个拢着无瑕疵的。献牛公的时，嘛着献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献绵羊公的时，嘛着献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献逐只绵羊公仔的时，嘛着献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这是烧化祭，用火烧，献予上主芳芳的祭物。献烧化祭的时，嘛着献奠酒祭。1只牛公配合2公斤的油，1只牛公配合1公升半的酒，1只绵羊公仔配合1公升的酒。这个是1年中间逐个月初1着献的烧化祭。除了逐日着献的烧化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用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献予上主。正月14是上主的搬过节，这个月的15起是节期，着食无甲饼7日久。头一日着举行盛会，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你着献无瑕疵的2只牛公仔，1只绵羊公，7只1岁的绵羊公仔做烧化祭，用火烧，献予上主。献逐只牛公的时，着配合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献迄只绵羊公的时，着配合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献7只绵羊公仔的时，逐只着配合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搁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甲恁赎罪。恁逐早起献烧化祭以外，着搁献以上遮的祭。同款，逐日献的烧化祭甲奠酒祭以外，连7日着照规矩用火烧，将芳芳的食物献予上主。第7日着举行盛会，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7收割节就是恁将初熟的五穀做素祭献予上主迄日，着举行盛会，
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恁着献芳芳的烧化者互上主，就是献2只牛公仔、1只绵羊公、7只1岁的绵羊公仔。恁献逐只牛公的时，着配合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者；献迄只绵羊公的时，着配合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献迄7只绵羊公仔的时，逐只着配合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搁着献1只山羊公，甲恁赎罪。逐日着献的烧化者甲素者以外，恁着献遮的无瑕疵的祭米甲奠酒者。第29章7月初一，恁着举行盛会，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这是恁分扫角的日，恁着献芳芳的烧化者互上主，就是献无瑕疵的1只牛公仔、1只绵羊公、7只1岁的绵羊公仔。献素者的时，利用超油的幼米粉，1只牛公配合3公斤，1只绵羊公配合2公斤，迄7只绵羊公仔逐只配合1公斤。搁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甲恁赎罪。除了逐个月初一的烧化祭，甲做伙献的素祭，以及逐日着献的烧化祭甲素祭，以及照规例献的奠酒祭以外，以上遐个拢得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米，献互上主。7月初10，恁着举行盛会，刻苦禁食，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恁着献芳芳的烧化者互上主，就是无瑕疵的1只牛公仔、1只绵羊公，甲7只1岁的绵羊公仔。献素者的时，着用超油的幼米粉；献牛公的时，着配合3公斤；献绵羊公的时，着配合2公斤；献迄7只绵羊公仔的时，逐只着配合1公斤。搁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遮个是赎罪祭，逐日献的烧化祭甲素祭，以及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7月15，恁着举行盛会敬拜上主，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7日久守节庆祝，恁着献烧化祭，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米献互上主，就是献无瑕疵的13只牛公仔、2只绵羊公、14只1岁的绵羊公仔。献13只牛公仔的时，逐只着配合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献2只绵羊公的时，逐只着配合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献14只绵羊公仔的时，逐只着配合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搁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遮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第二日，着献无瑕疵的12只牛公仔、2只绵羊公、14只1岁的绵羊公仔。献山羊公仔、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搁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遮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第三日，着献无瑕疵的11只牛公仔、2只绵羊公、14只1岁的绵羊公仔。献牛公仔、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搁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遮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
第四日，着献无下树的10只牛公仔，2只绵羊公，14只1岁的绵羊公仔，献牛公仔、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佮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第5日着献无下树的9只牛公仔，2只绵羊公，14只1岁的绵羊公仔，献牛公仔、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佮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第6日着献无下树的8只牛公仔，2只绵羊公，14只1岁的绵羊公仔，献牛公仔、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佮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第7日着献无下树的7只牛公仔，2只绵羊公，14只1岁的绵羊公仔，献牛公仔、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佮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第8日，恁着举行严肃会，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恁着献无下树的1只牛公仔、1只绵羊公、7只1岁的绵羊公仔，用火烧做芳芳的烧化祭，献予上主。献牛公仔、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佮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以上这个烧化祭、素祭、奠酒祭甲平安祭，恁着伫所定的节期献予上主，这是恁出伫所下的愿甲甘心献的以外所着献的。摩西就拢照上主的命令吩咐以色列人。咱今仔读圣经节伫民数记第25章到第29章。